来看澳洲校园哦，为着要让一寡无过继续读册学生过转来读册，当地是推出行动教室的计划，安排甲一寡生活相关的课程，要来让学生囡仔过转来，咱做伙来了解。 学生经营这台叫做“固定咖啡馆”的餐车，学习设计菜单、研究市场，也搁伫咧卖餐点时阵，甲人客互动。澳洲维多利亚州的吉朗区，一项结合饮食甲课业的行动教育，为可能的无读书的学生提供读写、算数加生活技能的课程。学生伫咖啡车间灶卡内面料理饮料、点心，若是学到技术，也加真有自信。 I've learned how to make coffees was one thing that I do. My people skill, I interact with people, so my people skills have improved. 丹尼尔就因为自闭症，伫传统学校内面压力真大，甚至无想要去读书。不过用这种更加另外的学习方式，伊即马加真有自信。高中也即要毕业啊。 It was an internal struggle, and it was also an external struggle. Because I wanted to learn, and I still want to learn, and I just couldn't. Attendance rose. We saw student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their sense of self-worth also improve. 维多利亚州政府捌伫咧教育调查报告内面讲，学校应该采取更加多元弹性的方式，连接学习加实务技能，互无读书的学生搁转来学校。学者加教育团体也呼吁爱扩大资源分配。 将这种计划推送到更加侪地区，避免弱势学生因为学业中断进入恶性循环。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。